国际消息，咱要来关心菲律宾爆出大规模反假钱的示威，差不多有65万的民众去到首都马尼拉抗议，因为有关2800亿预防做大水的工程，有真侪品质拢真歹，有的也无起好，有的甚至根本就无起，所以要求政府都要彻底调查，追究责任。 示威者举的牌仔顶头写着“甲百姓的钱还贷，甲贪污的人关起来，就要成透明，才有真正的民主”。伫咧影响力正大的基督长教会带头，示威民众伫咧首都马尼拉集合，丽莎公园现场来差不多60万人，另外包括退休将领在内差不多2000人，伫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有另外一场反贪腐示威。mga namumuno, ninanakaw po nila yung kaban ng bayan。民众抗议的是自菲律宾总统小马可仕伫8月公布政府内部防洪工程稽查报告了，发现这个全世界上容易受风台侵袭的国家之一。自从2022年开始，5450亿比索的防洪经费，差不多代表2837亿，其中几多轻项工程品质拗过，资料无健全、无起好，甚至无看影。Lumalabas na lahat namang ebidensya, pero bakit? Ang tanong namin, bakit wala pa rin? Imbes na para na lang sa mahihirap yung pondo ng pamahalaan, napupunta pa sa mga 政府工程师、公共工程的官员，还有工程公司的高层，伫参议院甲独立调查委员会听证内面宣誓作证，讲有一寡国会议员，还有公共工程及公路部的官员，受承包商的回扣，协助因摕到高额的工程合约，并且盗骗追究责任。大部分被指控的人拢否认相关指控。菲律宾才拄经历过2粒大风台侵袭，全国有超过250人死亡。 民众的怨气愈来愈悬，总统小马可仕讲，会伫咧圣诞节进前对涉案的人采取行动。调查委员会锁定的人内面，包括甲总统关系正密切的政治人物。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。